其實呢個係個體育區。呢個體育區啊，呢個體育區。佢會有發電。呢個體育區啊，副歌喺上面。副歌喺上面，呢個副歌係邊緣喺度啊，但係個體育區喺度。呢個體育區。其實呢個係有一個小漩渦。就呢個區域係個關。其實反正講怪風嘈電辣緊啊，因為有東風同埋西南氣流。
即交匯處係容易有一些都有活動發展。又有個低壓，季風槽裡面有個低壓區，好多時一有東風同菲律賓以東可能係咪有季風槽低壓活動？一旦有颱風生成，就係視乎高壓佢強度，明白？如果路線圖特別留意嗰3點：一，佢強度變化；二，佢後期路徑；三，佢行緊的過程個結構變化如何？佢係講呢個又係個季風槽啊。係咪有個颱風啊？你下佢啊？OK，有個低壓區。可能大概呢個低壓區係有跡象成為熱帶氣旋。如果佢增強為熱帶風暴，日本氣象廳和鸚鵡2603鸚鵡睇個熱帶氣旋。拉頭嘅風好多，有低壓區啊。我哋睇喎，成個菲律賓以東有什麼季風槽、大型季風槽？呢個大型季風槽特別容易有什麼啊？
低亞活動喺呢個發展。一有太陽怪風蟲又有什麼啊？有什麼啊？低亞活動係嗰個發展，如果海上溫度比較高，之後入面容易成台。呢個有怪風槽啊！但呢個有一個，呢個又有一個。呢個最能成台。呢個佢同一個怪風槽變成一個。佢等佢為 TD。慢慢發展，最終係為 ST 熱帶風暴。你睇嗰個係邊個？嗰個主角喺度。睇唔睇嗰個主角係個？我呢個地。呢個喺度。有。